大家好，歡迎翻嚟收聽萬成早晨至慢慢聽。今日係10月嘅22號星期三，而家英國清晨時間嘅4:30。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保羅，今日呢就唔同大家講下歌仔啦。今日呢想講下近期呢期嘅節日，就係一個叫做排燈節。今日想大家走入去呢個色彩繽紛、燈火通明、香料飄香嘅傳統節日 Diwali 排燈節。對唔少香港人嚟講呢個節日呢，大家都未必係熟悉，亦都未必認識。但如果喺英國啊，尤其是喺曼城、倫敦、伯明翰、李斯特城呢啲地區呢， Diwali 就係絕對唔可以忽視嘅一個社區大節。Diwali 其實呢個名呢係解一排燈，來自梵文嘅Deepali 嘅意思就係 Role of Night Name， 就係印度宗教傳統入面嘅 Diwali， 象徵住光明戰勝黑暗、善良戰勝邪惡、知識戰勝無知嘅呢啲咁嘅意思。雖然呢唔同嘅宗教呢對呢個 Diwali 嘅慶祝方式都有唔同，或者演繹都有唔同，但係大致上呢都係慶祝一個希望啊、重生同埋家庭團聚嘅意思嘅。咁啊，對於印度教徒呢， Diwali 紀念咗呢個主神羅摩王子打敗咗魔王拉瑪，經歷咗流亡後回歸故鄉，人民為咗佢哋起油點呢個油燈迎接佢哋。對錫克教徒嚟講呢，就係慶祝呢個古魯夏波茲，就係被囚禁釋放。耆那教徒呢，就視之為呢一個入滅日，就象徵靈魂得以自由嘅解釋咁樣啦。咁唔同宗派呢都有唔同嘅，咁呢啲我都係喺網上揾翻嚟啦。但係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呢，就可能大家再去深入了解更多啦。無論點解都好，大家共通呢都係點燈祈福、家人團聚、放下煙花、食下甜品、送下禮物，整個節日呢就非常之熱鬧嘅。咁啊，英國係點樣慶祝呢個排燈節呢？但係我就唔係好清楚啦。但係呢幾日呢，我就聽到好多人放煙花，亦都好多煙花評論啦。我都覺得係關於呢一個節日嘅。咁啊，你可能就以為咁樣一個印度文化嘅節日呢，喺英國少數族裔自己屋企搞啊，但係其實就大家就搞錯咗啦。英國係有超過180萬嘅印度裔人口嘅，當中呢唔少係排第2啊、第3代嘅移民啊，佢哋融入咗英國社會之餘呢，都保留咗佢哋嘅傳統節日習俗，即係好似我哋中國人就一定有嗰個農曆新年啊、中秋節咁樣咯。喺曼城啊、唔同嘅地區呢，排燈節喺全年嘅社區最期待嘅大事之一嚟嘅，唔單止係屋企人聚會、寺廟拜神，仲會呢頭先我講嗰樣啦，放下煙花、排燈嘅市集 Diwali Market 咁樣，街頭印度小食啦、點油燈嘅儀式，穿着傳統嘅服飾啦，即係佢哋嘅民族嘅服飾啦，表演呢啲歌舞啊、傳統音樂咁樣啦。喺唔少嘅 shopping mall 咧，仲會舉辦一個 Diwali Weekend。咁啊，例如 Travel Centre 啊、Manchester 咩嗰度叫咩？即係市中心個 Andel 啊，都會佈置咗燈飾嘅，安排咗啲舞蹈表演啊，吸引唔同嘅市民去參與嘅。咁我哋有啲咩食物呢？咁啊，食物喺佢哋嚟講呢，都係一個比較重要嘅部分。講到 Diwali 咧，就唔可以唔提印度嘅甜品。英國超市呢，唔少嘅超市呢，都喺 Diwali 前夕呢都會入一啲貨嘅。有個叫做 Laddu， 就係呢個糖球啊，用呢個鷹嘴豆嘅豆粉，加牛油，用糖去製成嘅，係非常之甜嘅。咁啊，有個叫做 Barfi， 就係一嗰啲奶片啊，用煉奶製成嘅，撒上少少果仁啊、濃滑嘅奶油啊，令到佢好香滑咁樣樣啦。有一個叫做炸奶球，叫做 Gulab Jamun， 就係甜品界嘅炸湯圓，入口呢就係即溶噶啦。咁啊，有啲辣嘅食物啦，就可以平衡下嗰啲甜味。咁成個節日呢，都係圍繞住食啊、香料啊、熱鬧啊。咁啊，大家唔係咩信徒呢，都可能會被呢啲嘢吸引住。咁啊，英國嘅寺廟又點樣去慶祝呢？
曼城最出名嘅寺廟呢，就係叫做 Hindu Temple 之一嘅，喺呢個叫做 Wellington 嗰邊嘅。每年呢都會喺 Diwali 舉行一個大型點燈儀式，開放呢公眾參與，無論你信唔信印度教都可以進入去觀下禮嘅。裏面呢就香味撲鼻，梵音悠揚，燈光設計呢就好似皇宮一樣。而最神聖嘅時刻呢，就係呢個 Lakshmi Juba 嘅信徒為財富女神呢 Lakshmi 祈福，希望呢嚟緊一年呢生活富足咁樣嘅。咁點燈儀式嘅象徵又係啲咩呢？點燈呢就叫做 Diya。咁喺 Diwali 嘅核心儀式，油燈多數呢都係放喺屋外、窗邊、門口，代表住迎接呢個光明、驅走邪氣。而家呢就有 LED 嘅版本，方便得嚟呢都環保啦，都會隨住呢個時代嘅變化啦。咁成條街呢就會造成咗唔同嘅即大家唔同合作啦，就佈置燈飾啦，就有啲似聖誕咁樣嘅，但係呢。成個社區咧就唔係聖誕嗰種咩燈飾佈置咁樣咯，就係關乎翻佢哋呢個排燈節嘅。英國政府咧都有一定嘅支援啦。咁喺好幾個城市咧，包括曼城啊、利斯特啊、伯明翰啊嘅市政府咧都有資助 Diwali 呢個慶祝活動嘅，認同佢哋對多元文化嘅社會正面嘅貢獻。例如曼城市議會會出動社區嘅警察協助人群管理，提供場地許可，開放咧公共設施。Diwali 咧係成為學校教育內嘅一部分，幫助學生咧了解唔同宗教同埋文化。本地嘅家庭咧又會係點樣慶祝呢？咁聽講一位即係印度裔嘅媽咪咧，Dilip 咧，佢就話咧，佢個仔咧就係混血嘅，唔係好識印度嘅歷史，但佢咧就好中意呢個節日，呢個排燈節，因為咧就會全家人整整齊齊就着嗰個勒嘟啦，同埋即係佢最中意同埋覺得最靚嘅時間。咁仲有啲家庭咧就會自製一啲彩繪啊，用即係米粉啊、花瓣整咗好靚嘅圖案。參加 Zoom 嘅傳統唱誦啊、故事嘅即係故事會啦。疫情時咧就大家就改用咗燈飾裝飾陽台，即裝飾個露台，拍片啊，同啲親戚慰問一下。同聖誕其實有咩分別呢？咁樣雖然 Diwali 同聖誕呢都係一啲家庭團聚啊，送下禮放下假，街頭燈飾咁樣，但係背景嘅核心呢就有啲唔同。聖誕節呢就係耶穌基督降臨啦。係一個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嘅象徵啦。重點係聖誕樹啊、禮物啊、平安夜，唱下聖詩，各樣祝福慰問咁樣啦。Diwali 呢就係光明，即係戰勝黑暗嘅。佢嘅宗教象徵呢就係啲印度嘅宗教。慶祝嘅重點呢就係點燈、食下甜品、放下煙花。不過兩者都係英國人期待嘅一個節日，年尾呢重要嘅節日之一嚟嘅。Diwali 嘅日期咧會唔會有變嘅呢？係有陣時會嘅，因為咧 Diwali 根據咧印度嘅陰曆計算，喺每年嘅10月或者11月之間嘅變動，所以咧就要大家睇翻年曆啊。通常都會喺黑月新月啊嗰晚去慶祝嘅。建議大家提前咧喺網上揾下啲日曆啊，或者即係資料搜集一下，或者啲廟宇咧佢哋都會清楚多啲嘅。節目嘅結尾啦，講下 Diwali 點樣影響住曼城呢度嘅地方先。曼城作為一個多元嘅文化城市咧，Diwali 出現唔止係令大家即係食得開心、玩得開心啦，仲令好多本地嘅英國人咧第一次了解到原來節日咧都可以繽紛，即係除咗聖誕節之外啊，因為其實如果諗翻起，其實本地人嘅節日唔係好多嘅啫。佢幫助咗唔同嘅族裔去彼此了解啦，尊重差異，又打開咗文化嘅想像。大家未必要改信印度教，但係可以感受下人哋嗰個宗教係點樣啦，追求緊啲乜嘢啦，同埋佢哋家庭團聚係點樣去即係點樣一家人去食飯啊，可能即係彼此認識佢哋嘅 culture， 尊重佢哋嘅神明咁樣啦。我諗大家喺文化上，大家彼此
互相接觸、互相交流一下都係一個好事。咁啊，今集嘅慢慢聽呢，就變咗講咗節日啦，因為我覺得呢個節日都喺曼城地區或者英國地區都係比較重要，所以就藉此抽呢一集呢，就同大家講一講。咁啊，如果歡迎呢一集嘅朋友呢，就可以俾 like 啦、訂閱同埋留言。咁啊，再可以介紹下英國有啲咩節日啊，或者有啲咩好嘅廣東歌可以話翻俾我聽。今集就講到呢度啦，下集應該係話聽日再見，拜拜。